这个嫌犯第二个犯案的地点，伊就是台北这个网界青安宫这个头前，青山宫头前这饮料店的一摆劫持4个人质，被人劫持3女1男，拢是青山宫圣库这个副主委的厝内的人。警方呢，部署几百名警力，甲嫌犯呢僵持对抗1点钟，其中3个人质陆续被放出来。最后，这嫌犯带副主委的姐姐行到门口时，对家己开2枪，送医了后嘛是救无活。 警察一直好了大声话，昨暝网甲青山宫头前饮料店4个人质却亲手压起来。扫帚套白小机啊，一步一步看行出来，两只手举悬悬，唔敢震动。伊是青山宫副主委阿姊，嘛是头一个捡放出来人质。 虽然红放出来是副主委后生和太太，面对正摆警察惊到顾白紧走，警察随冲开保护人质，就惊枪支无生目睭，穿卡其色靴的太太惊到密伫咧警察后壁。看下去后面。尾仔嫌犯知影家己走袂离，带上尾一个人质，也就是副主委的亲阿姊为饮料店行出来。 就惊人质受伤，警察一直出声安打，想到后一秒。 嫌犯提枪弹家己头壳，弹2枪，当场死去。随往嫌犯随防送去病院，嘛是无防救回来。幸亏嫌犯一群压死的人，昨暝8点50分，副主委的这把阿姊先防放出来。虽然后生和太太嘛小耍走去，阿姊是上尾一个防放出来，4个人拢防关1点钟。啊，尾因去病院了后嘛拢无代志，有亲情朋友陪伴，嘛家己离开病院，回去到厝。 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